睇你做啊，睇兩個啊！而家先記得呢邊係刀仔，如果一手腳頭晒，我都唔記得咗。呢個因為咁耐，肥啲啊！禮拜四就我都有，禮拜四就有。出邊翻嚟教，所以話咁多啲嘅特
我自己都未必叻㗎，唔係啊，只識睇先。你入喺呢度。我知係啊，即係我覺得都係隨我隨天氣大，即係睇下會唔會，即係而家係你做一做就得，但係呢個方式，有時你追求嘅嘢，變咗追求係比賽多一啲，係運動係啦，其實我哋係追求咁樣嘅，係咯，希望都算係係咯，所以我想知道新即係比賽成，即係想知多啲將來有唔同。係咯，先試嘅。本來我有正常攞分做，即係4而家係過咗9月份就變翻做夜晚，係咯，跟住先追正，追到即係暑假，所以就俾多啲之後9月追翻日式，你追唔到？想好耐，即係工作都係工作已經有相對位，又想揾呢一個腳踭上腳踭，之前